一個比瑞士仲早俾女人投票權嘅國家，點解喺今日女人會因為頭巾俾人拉去坐監？文明真係可以一夜之間跌翻落黑暗。六七十年代嘅伊朗，女人可以投票，可以離婚，可以讀大學、做律師、做醫生，甚至坐到去國會。喺德黑蘭嘅街頭，短裙同散髮係好普通嘅景象。嗰陣嘅伊朗唔輸歐洲，但1979年之後一夜變晒，頭巾由強制除變成強制戴，家庭法廢除，未成年婚姻合法，離婚權俾翻晒男人。所謂嘅道德警察可以隨時拉人，實施鞭刑或者坐監。現代女性一下子變咗制度下嘅順民。今日年輕女仔走上街頭，冒住坐監甚至死亡風險，為嘅係要拎走一嚿布。2022年，Mahsa Amini 因為頭巾唔合格被捕，最後死亡，引爆咗全國抗爭。佢哋要嘅唔係特權，而係自己身體嘅自主權，喺街道可以自由行路嘅權利。文明可以一夜倒退，但自由唔會自動返嚟。伊朗女性用青春同生命提醒緊世界，女人嘅權利唔可以俾任何制度剝奪。請你關注、分享，俾更多人聽到佢哋嘅聲音。想了解更多世界女性嘅真實處境，同時想學粵語，可以搵我一齊學。